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农委会推动有机农业法立法，打算年底以前屯草案送去行政院会，明年头送去立法院，后提下集会期通过。台湾对有机农产品的要求一定严格到，农药是半些路是唔得验出来，也对许多农民来讲是艰难作为多嘅。我国用有机方式耕种嘅面积也一直无法度超过总面积的1%。更加有機農業法愛囤友善農耕也表現批，相關預算也會增加到為10億元。不過有農民認為，按條件愛囤友善農法表現批管理，唔當用韓國太嘅心力，去囤徛係99%嘅慣行農法提減少。不過也有人認為，立法囤預算嘅轉型，上會到本單用慣行農法耕種嘅人去轉做有機。有機立法會對台灣農業帶來新的機會嗎？向下嚟關心。而且你每次做，它都有你是在哪個地點做的，什麼時間，而且我需要你縮時攝影，我要看到你多少油是真的換了。合蓬農學實習首先人陳明開，當地解釋買個很多雲端營養師利率，也係結合同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還有科技大廠研發出來一套系統，將生產的特譜都記錄下來。來當年咪當然正多寫筆記，還拿數據來掃描你微條碼。當農友要使用這套雲端記錄的時候，他把 APP 啟動，自拍完之後呢，就開始掛在他農場一個方便的地點，然後按下開始記錄，他就開始做今天的農作。當今天的農作或許是2個小時結束之後，再回到這裡，再在 APP 按結束，那這個記錄就直接送上雲端。迄個一般的耕種人寫做好誒，還有再個寫家下做嘅事，一飛去雲端營養師利率，所以用數據 APP 一開始做事家下就開始記錄，寫做好誒，傾結束也記錄好誒，最尾再個用呢微條碼整合所有生產流程。合蓬農學實習希望對建立農民同消費者幸福做起始，重點係收費大、省時間，愛做也較簡單，按用友善農耕產證做個下較貴做。消費者不可能種植所有的時間都在，但是他到了現場，他可以感受到這個立體的感覺，那這些。但是當他回去的時候，他願意的話，他可以用這套系統。那這整個過程，再加上他實體那一次或了不起2次的參與，我覺得對他來講，那個的信任。比如講種茶，對我養種到最尾買到茶葉店，做出一筆茶來賣，規個過程包含產地同生產的時間，都做得對呢微條碼掃描出來，消費者就感受到農場當年做嘅事，係講見來見到農民向公布自家生產流程、友善農耕同有機農業面積，就會見來見返。所以 PGS 加上 GPS， 甚至慣行農法，都應該要這套系統。你要合理用藥，你要合理施肥，可以啊，可是一樣啊。好，今天99.3%是慣行農法，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把太多的精力在看有機了，慣行是要提升的。比到促進有機農業，減少傳統嘅耕種方式，農委會同今年8月同10月咧，委託慈善基金會辦理2場友善農業團體座談會。照時間，有機農業法嘅模法，農委會會同年底前送行政院會，過到年頭送到立法院，後到下議會去通過，等等著作的天使行細則。做出來嘅版本係就農糧署去年底公告草案嚟做基礎，再個加入養生基金會，整合部分立委同學者意見，也做手工養生版，提高傳統嘅層級，增加國家委員會喺行政院長嚟做主委，含到有機農業天然部分擴大解釋，將要學加入友善農耕，不過天然병藥最引起嘅爭議，有機農民就爭議，搶嘅味道擴大面積嚟做業績。其實有機農業聽伊做研究覺得真清楚，做埋點樣，那拿出來討論，一討論一迷糊，一個那個友善農耕，我一個更加明確的定義。那如果說我們要數字漂亮的話，可以，我們就把它放寬鬆一點。這個確實在我們曾經在之前的會議當中也討論到一些不同的論點啦。最初有些人論點是說，乾脆完全分開，不要把它併在一起，可能好處理啊。
啊，或者说友善农业也不要立法了，就是让有机还是去有机法就好了。可是如果没有一个法源的话，它变成没有一个政策跟资源的投入的依据啊。对有机加入友善，农业费也用相关定义代替有两只重点，可以在生产的过程就自然资源循环有效利用，唔用化学物质做合乎有机农业，也係友善农业。第二就係農民用友善環境嘅方式嚟耕種，唔過冇經過驗證呢，做嘅事業也係友善農業，類同經過第三方驗證，用有機名義賣出嘅分開來。就也縣政府嘅目標，106年度也最到2000年代，有機加友善嘅耕種面積要有1萬公頃，也有機耕種面積係6786公頃。我当然知道了啊，曹主委就不是讲说友善有机的农田面积明年要增加到多少嘛？那个什么从现在的6000变成1万，这怎么可能嘛？啊，这是不可能，而且这种目标管理，我是觉得太脱离现实了啦。啊，而且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嘛？这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口号嘛。有机过去在推动，推了好几年之后，就一直停留在5000公顷左右的面积。这也就意味着在市场上，它可能某种程度上它走不下去了。那如果说此时政府刻意要投入资源，让它推广到1万公顷，当然这也可以做啊。不过我会认为说，这些钱如果拿去改善惯行的农法，不是更有意义吗？喺抗泰推廣有機農業，先頭以上嘅便利就看得出來，是參加有機立法過程嘅台泰農業內名義告訴各法人同慈善基金會認為，以上嘅轉型沒有帶動傳統嘅耕種方式去做有機嘅效果。今年的有機農業的預算大概2.7億，明年會擴大到將近10億。那這麼龐大的社會資源的資金的話，預算進到這個農業輔導體系的時候呢，怎麼樣讓它更有效的去運用？所以，我們有機農業為什麼強調說預算要轉型？就是說，只有預算轉型，那你將來還繼續堅持要用農藥化肥，那你將來得到政府的這個補助補貼會越來越少哦。現時農業會天嘅普渡辦法，希望喺各個目標農法團體因農民申請立案，自家就農法提醒，天出此例，也係團體協議規範。農業會這個鎮友善農業審查小組定期去查，結天兩得環境補貼冇。不過小農認為也有係轉到管理嘅概念嘅。好，友善耕作這個是我們友善小農跟市場的消費者，大家10幾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個共識。這裡的食安問題怎麼辦？怎麼解決？好，這都是政府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一般民間其實做不太到的。好，那政府不把力氣放在這裡，然後來管這1/1000不到的友善小農，好，友善農耕的部分，我覺得是沒有必要。你今天立法的目的是要增加面積，那你要去注重那個最核心的根本，比如說你有機的立法。為什麼會讓有機的農友不想做？是因為他說要零檢出，可是國際上都有環境背景值，然後還有是什麼檢驗單位的機器檢驗也不是絕對。一搭喺屏東縣公設開放有機專區，規片呢是個人公檢案法對經過驗證嘅有機田。黃溪縣當禮拜要生產4000人公斤按度有機青菜，供應屏東縣各種小學營養午餐。屏東全縣當禮拜大概需要5000人公斤，各個農場提供4股3股按度嘅量，叫一搭南台灣唯一嘅有機紅曲田，無論用嘅房還係受到農藥空飄嘅影響，係受害者。上次紅曲的事情是因為空飄，去查隔壁鄰舍嘅個人，查2公里遠飄到，都根治咧檸檬用嘅農藥啊，化學農藥啊，冇到啊，一樣嘅看用嘅斷定講嘅也係人為噴下去嘅，也算空飄到嘅。很簡單啊，看佢檢驗嘅濃度啊。但是呢，有機農業的法規驗證都不得檢驗出嘛 ，ND 啊。喺擴大有機農耕範圍，黃溪縣建議中央天初設專區，按樣想發展有機小農做得始終起來，土地也唔會打上踢。耕地嗬，集中
就像安尼遐海风转圈样啊，就伫转去。呀，咱国家袂话唔拉嘛，今日讲啊，伊用白鴿做下吸球，天个唔可以靠你度嘛个，降天个感受。一块哇，中间深的话，注意吧，扣住啊个安全隔离带。吼，这法规来讲啊，唔像安太块土地电动人扣得准，安尼讲啊，三甲啊，电动人再扣个4米都好个啦，差不多存2甲米。现是全台湾13只有机农牧产品的验证中心，采用科泰喺进行设立咧，佮整合的亚洲国物检验中心同菲洛蒙中心，使得几下千万元买新型的检验机器，现是做的验出500种农药残留。我们打进去的东西，它会经过一个很长的管柱。那不同的成分呢，在这个管柱里面，因为一些化学性质，有的会早出来，有的会比较晚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侦测到有不同的东西出来了。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会再进入，它这个会再进入所谓的质谱仪去测定它的分子量。我检验强菜，天初先将几条菜搅到绵绵，再个加油机溶剂搅到碎碎，按样规海尾圆圆，将用农药溶剂烧起来，一团调节处理过程，大概3日，将做的变到水箱，也希望呈现仪器来做分析。整个检验的过程，因为蔬菜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物质，所以我要检查里面的农药，特别是农药可能是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通常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些前处理的过程。那我们先经过所谓的均质，在这个果汁的机里头把它先搅碎，然后我们再加上溶剂跟一些试剂呢，让里面的农药能够分离出来。学者刘炳南长期研究农药残留，佢建议法令莫讲得到马个做冇检验出有农药残留。从用汽车来讲，台湾立法当年，国外还有5%边的用汽车，尤其係對有機農業。为什么要有一个所谓的5%的这样的一个容许值？是因为他们主要的重点，因为美国国外的这个欧美的它的面积是比较庞大的，所以他在乎的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友善的一个经营，所以它不是说你现在这个产品零检出，可是你忘了对整个环境友善保护的这个背后的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你去看所有的国家在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有哪些国家像我们这样是坚持零检出的？其实你去看美国，好，你去看日本，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推这个有机农业的促进法的时候，这种实际农民面临的林田污染或是二手污染的这样的情形，也一并可以排除。有機嘅驗證，除到甲嘅田嘅污染，也看得出台灣農業天初保有嘅3種農業形式，有天然環境，也係足嘅隔離帶，將有辦法做有機，喺冇做退一步做有產農耕，按樣加起來，還係冇1%，全都係99%，還係只有傳統方式嚟耕種。這做過2年農業處嘅處長，也係友善小農原本長希望。政府先減少也99%，唔按決定加熱，比有機面積還較少友善農法。因為它不會消失，是因為它在供應大眾消費的需求。好，我也是大眾消費的一份子啊。你只要吃到1顆便當，好，你就是大眾消費的一份子。好，我在吃便當的時候，我不會想知道米是誰生產的，好，菜是誰生產。那我有一個期待，就是我希望政府能夠讓我很安心。我吃到那1顆便當的時候，不會吃到農藥。其他的99%的那個，尤其是慣行農法的，那是農委會裡面要花更多的時間，我們要去從源頭把農藥，從農藥商到農民的使用，這個要完全的去做很多的源頭管理。我們還有做所謂的10倍查驗，大量的去檢查這些有沒有符合相關的規範。其實我們花更多的時間跟精力是在管所謂的99%。農委會強調，其實有機農業法將天出年齡原則，增減詳細，做到管理機制嘅，還係執行細則，佢將係未來主要戰場。我們如果這個母法定了，那或許有一些執行的細節可以透過執法再來補充。那在這裡要特別說明，我們要定的這個有機農業促進法，是要讓國內的有機農業發展是更蓬勃發展，不是為了定法而去定一個辦法來阻擋我們的一個有機農業的發展。这件事情細則其實呢，從現在就可以慢慢的在討論的啊。
那等到明年5、6月，法通过以后，那我们的这个施行细则也就很快的出来，那就可以赶快的上路了哈。無論係有山農耕，還係有機農業，都係愛台灣農體長長久久發展嘅方式。唔過台有機農業限制下討論有山，假講有機比有山好係。既然永續發展係重點，實先講有機立法，佢行較雙層嘅模法，農業基本法是喏。因也係咪改動先導進嚟檢視看啦？台灣農業發展嘅根本，算來係乜嘅喏？